再来看厄瓜多政府初三宣布讲，要甲国内上大的沙夏油田开采的合约授权予中国国营的中国石油化工公司，甲加拿大一间资源公司的合资企业，3档内底要甲原油的产量提悬到一缸10万桶。伫厄瓜多东北部亚马逊省的萨哈油田是厄瓜多产量上悬的地区，去年一缸出产7.7万桶的原油。即马因有一个机会，会当甲产量增加，目标是未来3年内，甲原油的产量提悬到一缸10万桶。Mucho se ha dicho de Sacha, que es la joya de la corona, pero lamento decirles que es una corona oxidada y que las joyas hay que pulirlas. 厄瓜多政府甲开采合约授权予中国国营的中国石油化工公司，甲加拿大的资源公司 New Strato Energy 所组成的合资企业。合约有效期20档，中石化持股占60%，加拿大资源公司持股40%，初期会投资17亿美金。厄瓜多当局讲，对方有4个礼拜时间会当预约签署。Sacha no se privatiza, no se vende, no se alquila. La propiedad del recurso es y será del Estado ecuatoriano, pero ahora será operado con mayor eficiencia. 厄瓜多是拉丁美洲规模较小石油生产国之一，目前一缸的产量是46.5万桶，甲这个地区当量级的巴西抑个墨西哥比起来是差真多。石油是厄瓜多上重要的产业，占总出口的50%以上，抑个因国家1/3的税收。不过官员认为，萨哈油田无有效开采，也无资金加技术，为了要拓展国家的财源，政府算过，若是每一桶原油平均计价62块美金，中国甲加拿大合资企业伫未来20年会当增加产量差不多3.73亿桶，占国库收入的82%。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